晚同軒喺2014年成立，致力於為年長同志提供服務，並照顧佢哋嘅福祉。喺2025年，我哋更成立咗晚同軒女子組，專為中年同長者女同志提供一個空間。秉承晚同軒嘅目標，女子組希望令中年、年長女同志社群連結，增強自我肯定同埋被看見。辦咗女神護腎大作戰中醫講座，一齊學習點樣增強自身健康，滋養身心。一人一故事劇場令我哋更深入探索個人嘅心路歷程，創造咗一個真正私密同貼心嘅分享與連結空間。我哋一齊初體驗匹克球，由握拍、發球到對打練習，現場笑聲不斷。我哋積極參與香港同志影展嘅女人的生命旅程座談會，令我哋同內在力量連結，從第一次見面就建立咗一個溫暖、友善嘅社群。誠邀你加入女子組，呢度係屬於你嘅空間，讓你可以感受溫暖、支持同埋歸屬感，被看見、被接納，成為我哋呢個不斷成長嘅社群嘅一份子。立即了解更多並同我哋聯絡啦！